高雄南来去屏东的石头营来关心这个所在光电开发案，进前伫涂骹有发现二战时期日军的军事遗迹，民间团体拍拼的抢救，要求保存。今日因是进一步宣布讲，因要发起全国的联署，呼吁业者爱全面停工。严格业者表示，发现遗迹的迄区已经停工啊。文化部嘛讲要全部停工，目前并无依据。屏东石头营的光电开发案，去年动工了后，因为发现涂骹底有二战时期的日军要塞，民间团体进前紧急要求停止开发，甲保存落来。26因宣布发起抢救石头营的全国联署行动。就是我们是不反光电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光电是盖在不适合的地方，绝对没有所谓的光电跟遗迹能够共存的事情。文化部表示，当初有补助屏东县政府调查石头营的文化资产价值，因为民间声音真多，嘛有要求县政府爱甲民众说明清楚。我们当时也考虑到相关民众的一个声音，所以我们在补助的时候也特别要求他们在招标里面要办理一个说明会的一个程序。那最后的时间点呢，应该确定厂商得标的人。那到时候他们要安排时间，会对外来宣布，所以目前时间上还是没办法确认。你既然钱补助他，要请他调查这个地方的文化资产价值，可是又不让他停工，一直让他破坏，这样子调查有什么意义？不过业者表示，伫施工现场发现可能有文资价值的物件，会随伫迄区停工，嘛强调有按照文资法规制定保留的计划，认为要求因全面停工是无适法性。文化部嘛表示，现阶段无法度要求业者全面停工，因为文资法敢会使保护文化资产，所以就要业者握着可能有文资价值的物件，才会使依法要求业者停工。而且其他无文资可能的部分，嘛无法度用文资法命令业者停工。记者郭碧君、张水台北报道。